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點妹九哥，係咪好耐冇同大家見面呢？因為呢，我就唔小心整親我隻腳啦。咁喺休息嘅呢一段時間入邊呢，我就發覺咗一個好容易被人哋去忽視嘅點，就係香港嘅無障礙設施雖然話係唔少，但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完全無障礙呢？今日點妹就以第一視角帶大家嚟感受下。咁而家遇到嘅問題呢，就係入錯咗嗰個入口啊，因為呢邊嘅月台就冇升降機嘅，咁要去到另外一邊先可以。咁而家就有MTR 嘅職員帶住我出去先，再重新入去，咁就可能有少少唔慣咯。乘車過程中都相對比較順利，指示清晰，路面平整，出入升降機都冇障礙。如果有需要嘅人士都可以向工作人員尋求幫助。今日行程途經南昌站，需要換乘，不過都幾方便，特別係有工作人員主動幫手帶我到相應嘅升降機。哦，好啊好啊。咁我而家就嚟咗中環站，我發覺咧，其實中環站嘅出口雖然話都係好多，但係其實升降機嘅出口就係得一個。而家我嘅位置咧就係近環球商場呢度。如果我想去到皇后像廣場嗰邊咧，其實都係好遠嘅，我會覺得有少少唔方便。喺中環，行人路相對狹窄，行人來來往往，坐輪椅似乎就有啲格格不入。雖然有人高馬大嘅壯漢同事幫手推輪椅，但係其實我內心之中一直都比較擔心會阻住其他行人。有啲地方路面唔平整，對輪椅就唔係幾友好啦。畫面之中雖然睇唔出嚟，但係嗰陣時我係爭啲要飛出去嘅，都相當危險。喺中環嘅街邊，餐廳同埋商鋪都有唔少，但係對於我而家嚟講，幾乎係間間都入唔到去嘅，因為每一間門口都係有個 check up 喺度嘅，同埋好似我身後嘅呢一種斜坡都有唔少，想揾到一條平路係唔容易嘅。坐輪椅嘅呢一段時間，有一種生活節奏變慢嘅感覺，就好似以往幾秒鐘就可以完成嘅落樓梯嘅動作，而家就需要靠輪椅升降台慢慢落去。同埋我坐輪椅嘅時候，會好擔心對其他人造成麻煩，譬如話自動門就唔係周圍都有。不過其實都唔使擔心，因為大家都好熱心，好多人都會主動幫助有需要嘅人士。
今日出行雖然唔係話好唔方便，但係絕對唔係完全冇障礙嘅。相比較平時出街，又真係辛苦咗好多。更何況我係一個暫時嘅傷者，如果係殘障人士或者係長者，特別係無人照顧嘅獨居長者，佢哋嘅出行又應該點選呢？